空军青专讲，基地今早起有一名姓吴的士官长，唔知什么款原因，去互 IDF 的发动机输入去造成重伤，救无回来。家己大埔昨晡暝发生大地震，瓦近地震中心点的台南南西局长，有人家厝倒去桥面逼溃的灾情。美国总统川就职了后，虽签署行政命令，有提出着巴黎气候协定，也禁止伫美国出事，就是美国公民的法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日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这空军的这个青泉港基地，今早起发生重大意外，早起11点外时阵呢，这 IDF 战机执行下落来了后的检查任务的时阵，数一名姓吴的士官长，唔知是什么款的原因，去互这发动机输入去，造成重伤，救无回来。空军司令部表示讲，会配合调查，也会检讨相关的流程。知影查某囝不幸罹难的消息，老母赶到病院，哭甲要昏去，连徛也徛袂知。空军青泉港基地传出意外，一位41岁姓吴的士官长，日透早执行 IDF 战机到地检查的时，好要被关切发动机架入去，当场是失去喘气，紧急送医抢救，也是伫早点38分宣告死亡。上午执行飞机关车前检查时，胡姓士官长因不明原因遭发动机吸入，经紧急送医后宣告不治。空军对造成此案深表哀痛与不舍。当地科长代表市府送家属慰问金，空军是表达遗憾，表示会配合相关单位调查，并且检讨工作流程。目前基地已经暂停 IDF 战机起飞，进行意外调查。死者姓吴的士官长已经做18年的军人，目前住伫清水区的官舍。去年才对内勤单位调做外勤，并且担任士官长。军事专家推测讲，可能伫机确保执行无人机关车进前的检查时，无照标准的流程。他走捷径，你知不知道？就是走捷径就被吸进去了。有时候有个草坪，你会它转个要转直角，但是你就转一个斜角嘛，那就吸进去了。发动机它在运转的时候，吸入大量的空气，每分钟可能是高达1吨或2吨的空气，每平方英尺会有将近102磅的这吸力，相当于40公斤。所以人类如果是标准70公斤的这个重量，很容易就被发动机吸入了。军事专家指出，战机伫执行检查进前，应该由地勤人员予因明确的指令，作业人员才会当接近航空器。技术执行 SOP 过程当中无够确实，发动机佮有吸力的时伤过接近，才会致使意外。详细原因该进一步调查确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晡暝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这地震中心点是伫咧嘉义的大埔，真侪人家厝拢有受损。这大埔的西兴村连外道路，因为这地震了后，石仔是规个拢放落来，有50个人掉伫内面。不过这下晡车路已经拍通啊。县长洪忠良就表示，这届地震加在是无人伤亡，会赶紧甲学校抑个车路，若做有受损的所在，会拢会赶紧复原。怪手出动，经过一早起的抢通，去嘉义县大埔乡西兴村的145至1线的路面，敢若剩一寡沙石，程度了就会当开互通车。因为1日半暝，随时规模6.4的大地震过后，西兴村这条出入的车路，中因为石头落落来无法度行，差不多50个人受困，变作孤岛。多出的民宅它有受损，在晚上确保人都平安之后，我们在早上就开始在做全面性的盘点。地震的时阵，伫金庸的大埔乡公所监视器有翕到办公室的桌啊、椅啊，含窗啊联络海，甲真厉害。天崩的轻钢架落落来，真侪所在拢有真侪灾损。大埔山庄的条啊、壁器是紧急救封锁线，厝内壁面有搁较大面积的破损，规个密密麻麻。民众厝内壁嘛落去，二楼露台接触内的所在，搁出现壁棚。你看这个，然后这边全部都裂，上面整个都裂开。921较无遐严，咱遮较无遐严重。这届真正很严重啊！叫有较精神啊！大埔乡的民众恐惊，佮困袂去，佮有家己一个人大是大人，因为地震落落来的物件小可掉伤，按照基金会送便当物资给因关怀。便当趁小紧食，吼！大埔的地震所幸无人伤亡，天佑嘉义，那整个状况还是在可控制的范围。那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包括学校、道路损坏的部分，我们会协助我们的乡亲。
尽速的让它复原。嘉义县长洪忠良讲，会请结果技术工会帮助民众来鉴定厝受损的状况，确认讲敢有影响到结果，还是来做修复。若是讲住户拢同意途径，伊嘛会来做相关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大埔饭店的时阵，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瓦近地震中心点的台南西剧井有人家厝倒去，桥面崩溃的灾情。这南西有人家厝倒去，害5个人掉伫内面，加在消防人员已经甲因抢救出来。另外，伫玉井呢，有一个公务处的条啊柜是崩溃，20户的居民赶紧撤离。牛条铁机啊，规个拢现出来，红毛土家甲泰鲁拉规涂骹，公寓1楼规个如苍苍。伫台南玉井的文化大楼，而透早地震了后，监视器画面明显有看到1楼的牛条大面积崩落，大楼住户嘛伫半暝紧急撤离。这柱已经爆裂了，已经就爆裂掉了，所以还是要临时性先做支撑。如果对整个大楼来说呢，就是有影响。大楼有封锁线，透过技术工会甲市府人员入去查看毁损的状况。这栋文化大楼是921大地震前2年起的，921甲2016的台南大地震拢无注文着，煞未堪咧21透早嘉义的强烈大地震甲后续真侪地震尾，远远公共离开的居民透早就登去公寓外口等待，市政府下晡进行结构补强。没地方住啊，担忧啊，里面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结构补强的部分应该还算可以维持，但是长期的时间哈，等讲过年前这段时间，咱要求公所这边来做安置。为玉井到南西，经过德威桥、新桥、路南路面2甲关卡坎，工天人员透早防单线道路检修，或甲再无入去的危险。台南规工大小地震不断，尽量集中伫南西甲南化区，规模伫3、4、5中间。毋但玉井、南西区民族路原来有真侪栋民家受损甲停电，甚至有民众掉伫倒去的厝体内，消防人员紧急撬门才顺利脱困。好，伊药啊变袂足，佫行袂去啊，行袂去啊。我都行，我都行，药了太厉害的。车顶困一暝啊，嘛无困，迄嘛困袂去。民众也心惊惊，看伫要过年，煞拄着地震，受灾户毋知要安怎，只好暂时住伫亲友因兜。另外有28人接受安置。这届强烈地震造成台南14人受伤，台南市政府承诺会请结构技师赶紧对大楼进行安全鉴定，确认是毋是会当转厝。过年后也会加速处理重建事项，让灾民量早会当正常生活。记者采访报道。地震了，毋但造成人家厝损害，一寡古迹历史建筑也出问题。亲像这鹿岛杨港甲古厝住落，就这个柱下落落来。大巴年事件纪念园区的史料馆主体结构也变形，表面崩溃。文化局今早起启动文化资产应变机制，希望会当赶紧来甲因修复。壁规片拢落落来，红色的厝下碎伫咧土骹。台湾上大而且保存上完整的传统单性宗族农村聚落，鹿岛杨港家聚落，因为遮晚地动尾的景仰，而伊经过家己大地震含真侪地动尾的摧残，四界拢是封锁线。内面若要后去骨板啊，全部拢要装箱呢。因为厝顶的厝下拢红准甲落去，光线是透入去室内，真侪栋100年历史的土造、砖造等等无共建筑风格的古厝组成的江家聚落，目前有25户。大地震若毁损顶规本，主嘛互居民无法度个大。有的是整个屋顶塌掉，有的是裂开。如果这个未来不做修缮的话，这个房子是没办法再住人。那因为目前这个房子毁损的程度很严重，我们希望看看是不是政府单位能够尽速来协助帮忙。除了江家古厝的聚落，大巴年事件纪念园区的史料馆，主体的结构嘛，因为地震变形，玻璃窗啊拢破去，表面嘛一大片拢瘪去，只会当暂时封起来，保留珍贵日本时代建筑的代替后壁车站，外人嘛是有小可受损。那目前外观看起来。个无介明显啦吼，所以讲即马台铁这边的部分吼，因个会请较专业的人来看。大地震是造成台南拢总13个历史建筑和文化场或者所在受损，文化局早起是启动文化资产应变机制，除了安排紧急维修，嘛会帮助受损场址管理人在相关人员提报修缮补助计划，积极替因来争取灾后复原的经费。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届地动呢，伫彰化有4级，彰化市有一个社区大楼，因为特别雕像被砍的地动遐尼摇，就规个倒落去。另外，地动发生的时阵，彰化县有3间国中伫台南南西举办这童军营活动，也因为一直发生地动，尾学校也决定要提早结束活动，至一透早剔除，这学生囡仔都已经平安回到厝。半暝天色乌索索，国家警报响响弹，特别雕像就安尼倒去。实际来到现场，规个雕像脆糊糊。这座特别雕像踩伫彰化市一栋社区大楼头前，是34年前建商委意代理买回来的。因为造型前卫，捌引起侪讨论，是当地真出名的地标。即便未堪得家己大地动的威力，就安尼倒落去。跟他在一起已经30几年，真的很不舍啦。经过好几次的921地震都没事，就昨晚断裂了。伫遮生长的人拢知影，这尊大卫雕像是纯意大利的白石来雕刻而成的。伫30几年前，等于是咱彰化市上重要的地标。但是昨经过这地动了后，发生不幸的代志。看到雕像，身躯长甲离离，住户也拢真唔甘，摕手机出来翕相纪念。也若地动发生的时阵，彰化县有3间国中当伫咧台南南西举办童军营活动。当时学校赶紧安排学生囡仔伫户外搭天度过暝，也对活动嘛取消，提早回来彰化。有点恐怖，而且那时候刚好在山上，那个摇的也很大，旁边的那个门都在晃，然后就大家楼上都在尖叫，然后让我更紧张。动员所有的老师跟工作人员为200多个学生搭设临时的这个帐篷还好，整个晚上下来，除了冷了一点之外师生都平安学生囡仔因为家己大地动着青惊，嘛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加在是无人受伤。气象署表示，3天内可能也会有规模5以上的地动尾，请民众爱提悬警觉。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地动了后，这南部地区超过3万户失电，台电警官随出勤救灾。不过呢，这台电本身也是受灾户，伫台南高雄上无有3大服务所，因这表面闭开，也有撬开问题。台电人力总动员，民众也是出勤抢修。日1的大地动，敢若是家己台南高雄都超过3万户停电，经过数点钟的维修，总算全部复电。咱即摆遐迄个电拢正常啦天龙光啊，工作煞也袂煞，一直有电话卡入来，爱一个一个关心回应。台电人员无用救灾，不过家己的建物其实嘛出状况啊。我才泡啊。我像遐泡一地，才泡一地，小来有长长的笔顺，笔体内底是看现现，连变数都有灾情，笔拢闭起，态度是龟头卡。台电也真做受灾户，南部地区的服务所至少3大建筑物有受损。当下情况也很紧急啦，直接师傅们就直接往外冲了，也无心去发现这一些龟裂啦。直到有中途才发现哇，糟糕，里面更严重了，连自己也是受灾户啦。家己的建筑物未复过，毋是无原因，因为南部的灾情真济，家己也有饭店，楼尾顶的水塔闭开，水表一直咧跳。水电师傅是讲，电话规工才袂煞，大多数拢是水塔刷位或者是闭开。地动迄个指数伤强，叫走精去啦，加做生意做袂完。咱内底也有人有咧报伊啊。家己好地动害甲乱七八糟，包含摄影机、影屏机，真侪大壁拢是闭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年要到这项物件要特别注意哦。疾管署公布一个婴仔肉毒杆菌中毒的病例，是北部无满1岁婴仔，目前还佫伫咧家护病房治疗，感染源佫需要追查。另外，顶礼拜全台湾走北去就医的人数就186000人次，一个月来均自走北就244件。提醒咱的观众朋友，食物件之前爱用湿润洗手。查某婴仔便秘、司机无力，竟然是肉毒杆菌中毒。疾管署公布国内最近4年头一个婴仔肉毒杆菌中毒的病例，个案是北部约未1岁查某婴仔，平常时敢若食母奶、甲水果泥、菜西泥等副食品。去年年底出现便秘、活动力下降的症头，连续2礼拜无改善。今年1月初带院检查，发现目睭皮下垂、司机无力，伫屎内底验出肉毒杆菌，甲毒素基因确诊。目前搁伫囡仔家护病房治疗，食物检体也搁咧检验。母乳比较不会有这个造成这个
个肉毒杆菌这个中毒的这个风险。那根据以往的个案的这个案例呢，也是有觉得是说这个比较可能的是透过这个吃到这个副食品。食安风险阁唔难呢，疾管署监测阁发现，顶礼拜全台湾门急诊就医累计达到18.6万外人次。最近4礼拜落屎均主通报，阁累计达到244件，2项拢创下最近5年新高。发生的地点大多数是伫旅店、餐饮业，并且超过90%拢是因为落落病毒来感染。疾管署预告，因为要过年啊，民众出游食饭的活动多，落屎人数阁会增加。过年了后，恐惊会到23万人次。我们预估呢，腹泻群聚呢会持续来攀升。那大概呢，在春节以后呢，那大概也会有到23万左右的一个腹泻的一个健保及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另外，对流感疫情继续拖，疾管署按算流感疫情高峰会伫过年前后，所以宣布1月29到31，也就是初1到初3期间，全国157间病院会开设1230间厝的传染病特别门诊。另外，公开流感疫苗阁剩30多万筒，呼吁也未注疫苗的高风险族群赶紧注射，来提升保护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去年3月时阵，台北的宝林地区发生这食物中毒案件，造成6个人死亡。受害者的身躯内面拢验到邦克连霜，检方侦办了后，今仔依照着是案法，过失致死等罪嫌，甲这负责人、店长也个主家的刀子，总共5个人起诉。马局长回室的，伊是餐饮业者李凤贤，伫台北市经营的宝林地区完璧信义 A13店，去年爆出食物中毒的事件，致死33个人中毒，其中6个人死亡。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检方专案终结，而按照食安法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负责人李凤贤、姓王的店长、姓周的刀子，也有姓黄的实习生等5个人。黎姓被告身为宝林公司实际负责人，却未自主建立及落实食材管理制度，甚且饭后推诿卸责、未见悔意、态度不佳，原具体求处4年以上有期徒刑。引发中毒的会员都是店内卖粿条，检方调查发现，业者无甲拆包装的粿条冷藏，干那放伫挖进水沟啊，涂骹的下层放物件的篮仔，以常温来保存，上久有到63点钟。加上收店了后，涂骹经过清洗，空调系统互关起来，厨房变甲翕热又搁湿湿，对邦克列霜毒素产生真有利。尤其店内的员工蓝山黑白底无共时期拆包装的粿条，实在也因为安尼小感染，互患者的人数又搁扩大。这个果条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像检方所说的63小时没有冷藏，所以导致有这个病毒的产生？我认为这个逻辑上面可能会有些疑点。李凤贤和起诉检方批评被告犯后是推卸责任，无看到悔改，更加具体求刑4年以上。伊律师虽然表示尊重，不过对北检认定的病毒产生的过程也提出质疑。今天也确定了他们的这个受雇人员却在这个整个食品的这个服务提供上面是有过失的。对于我们在要求这个业者在惩罚性的一个赔偿的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些帮助。造成阴影是很大，我到现在都还是不敢吃果条。那我也可能不敢踏进那间百货公司哦。我的肾功能现在还是只有一半。就是还没有恢复正常。专案爆发了后，消基会也协助30位死者的家属甲伤者提出团体诉讼，对一般的赔偿、慰抚金到定发性的赔偿，总计是2亿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过年要到，千万唔通去互骗哦。根据这经政署的统计，干那27天呢，去报案讲互诈骗的这金额加起来超过3亿遐济。经政署也提醒讲，这投资诈欺和买物件的诈欺，这2种上界接发生，这比例有30%以上。银行柜台前，警方登记巡视，发现这个姓周的查某人户头有各样侵入顺门发现，伊最近竟然真侪解汇钱入去一个姓孙查某人的户头，不过2个人根本无接见面，警方赶紧介入扣劝。另外，还有大安区警方最近就2届接到民众报案，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讲投资比特币稳赚袂了，分别互人骗453万加700万。农历春节伫要到啊，民众手头钱较济，诈骗集团嘛对咧来。蛮常见的，应该说就自求多福。我们就有啊，
没有被骗，但是就是有结果。春节期间，金融交易真济，网购需求嘛增加。根据经济署伫打造仪表板的统计，刚刚27天就3亿4000万金额互骗去，即马诈骗集团更较有进步。时讯通话点一个新功能，也可会当分享任务画面，互沟通更加方便。不过社群平台特别提醒，有不法分子利用民众唔知影新功能来犯罪。诈骗集团是假金融机构放贷款广告，互民众关心，各加讲要进行核贷验证，怪民众可以分享任务功能。真侪人唔知影这个时阵告知会全部互对方看了了，稍微告知外泄，甚至银行消耗的资金都互人偷领去。另外爱防范的是购物诈欺，嘛伫春节期间比例快速升悬。要求你使用其他的交易平台，再传送一个钓鱼连结啊，最后诈骗集团在洗脑说要进行金流验证，要他汇款到指定账户。刑事局提醒，诈骗集团有可能假做买主，以操作付钱的名义要求卖主点唔知影连结，落地现金都可能飞去。内政部嘛提醒5大要点，包括谨慎选投资管道，小心伪术，注意选网购平台，避免买价差大的商品，也加谨慎选付钱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 Trump 就职了后，遂签署达到80项行政命令，这行政命令也包括着移民、气候、经济和政府改革，特别是移民政策，伊是批评拜登政府和几落百万个犯人，也有精神异常的人，再来到美国找找庇护，而且佫再讲要来退出着巴黎气候协定。Trump 是强调讲，若准退出，会当替美国省着美金1兆以上经费。美国第47届嘅总统川普第20宣誓就职了后，随着刷到第一资本体育场参加室内嘅就职游行，接受支持者热情嘅欢呼。川普完全无浪费时间，就伫游行宣布工作开始，当场就签规度将近80项拜登政府所执行嘅行政措施，并且讲这规度5分钟之内就会生效。佮批评顶届政府是美国历史上上害政府之一。川普每签一条退群的行政命令，台下支持者就大声拍破啊攻赞。I'm immediately withdrawing from the unfair, one-sided Paris Climate Accord ripof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sabotage our own industries while China pollutes with impunity. 川普签完行政命令，叫伊助手向大家讲退出巴黎协定，会欠超过1兆美金。台下又搁是一阵话休。除了气候，川普当港所签的行政命令，包含移民，甲美国甲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看作是国家紧急状态。甲犯罪集团列作是恐怖组织，并且终结任何伫美国领土内出事的人，都是美国公民的法律修正案。也那经济方面，川普指示所有阁员动用所有权力来打击通货膨胀，并且承诺会向全世界出口美国能源，和美国搁再正做是富裕的国家。伫政府改革方面，川普要求联邦员工结束远距离安排，随恢复专职，转来办公室工作。To gain immediate control of the vast federal out-of-control bureaucracy, I will implement immediate regulation freeze, which will stop Biden bureaucrats from continuing to regulate. Most of those bureaucrats are being fired. They're gone. 另外，川普就写大约1500名伫2021年1月7日冲入去美国国会大厦的民众，并且表示希望因当暗地当出来。佮有6名被告的刑期也拢互缩短。毋但安尼，川普也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停止资助 WHO 大约18趴的总预算。这个决定会互 WHO 面对毋捌拄过的资金压力。公司新闻新录陪朋友。美国总统 Trump 20宣誓就职的同一天，参议院以99对0票通过 Trump 提名的国务卿人选，也就是佛州共和党参议员 Rubio， 伊也是头一个拉丁的美国国务卿。53岁 Rubio 对中国态度是大正嘅，不因为着这新疆和香港基地去互中国制裁。Rubio 是认为讲，这台海若准要维持稳定的关键，就是爱互中国了解，若准拍台湾，就爱付出真大的代价。美国参议院第20通过川普政府内阁第一件人事任命案。53岁的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得到民主甲共和两党全员99票，确认担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外交政策甲事务真内行，跨党派沟通的能力强，也甲伊做代志的风格，互两党的议员拢听伊。
You and I have also had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for many years. I believe you have the skills and are well qualified to serve as Secretary of State. 鲁比欧是古巴罗冈移民的后代，有拉丁裔血统，西班牙语讲甲真老。为2012年开始担任参议员，伫2016年总统党内初选的时阵呛川普，这几年却变作支持川普。鲁比欧对中国一向采取强硬的立场，捌因为新疆甲香港问题，两解去中国制裁。伊形容中国是美国到即马面临上界强大而且危险的对手。鲁比欧15伫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美国应该避免伤过挖靠中国，并且应该阻止北京武力反台。As a result, I think we need to wrap our head around the fact that unless something dramatic changes, like an equilibrium where they conclude that the costs of intervening in Taiwan are too high, we'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this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鲁比欧反对前任的自由世界特殊主张，认为美国需要的是注重本国利益的强硬外交政策。伫加沙战争，鲁比欧公开支持以色列；伫乌克兰战事，鲁比欧是主张爱结束冲突，双方拢爱让步。We will pursue our manifest destiny into the stars, launching American astronauts to plant the stars and stripes on the planet Mars. 川普宣布订立火星计划，予大卡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比大武功，予人邀请负责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伫川普就职典礼的时阵真欢喜，向观众一礼姿势也引起讨论，认为真亲像纳粹伫行礼。暗过一个反犹太监督组织回应，看起来是马斯克一时欢喜的动作，无认为跟纳粹有关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立法院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昨开始进行表决，一直到今下晡完成三读。这总预算编列3条1324亿，是历史新高。在野党也抬调2075亿，这抬金额也是有史以来上介多。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搁再讲，在野党和国家伫咧危险当中。不过，这中国国民党的部分基不班洪博昂，伊也呛声讲，这行政院是无能的。决议：中华民国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照审查总报告修正通过。114年度总预算案，立法院为20开始连续无效的审查，朝野立委透明表决，过程也出现表决再搁贴案的乱象。议伫拿背人数优势的情况下，以赞成54人，反对43人通过三读，在野拢拍扑啊认同。中央政府2025年总预算税出编列3条1324亿6980万9千块，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在野先通过删减939亿7500万，各委员会删减67亿3763万，议会个别提案删减1068亿6162万9千块，其中包含政府补贴台电1000亿2万块，拢总删减2075亿7425万9千块，占总预算的6.64%，甲尾总预算税出降到2条9248亿9555万。这不是专业，这只是报复，这没有爱台湾，只是在害台湾。行政院杜英泰早起第3届亲情会线，特别请台电的外套，带各部会首长，认为在野党无顾国家安全，扣除法定支出一般性补助了后，预算互人删减占16%，批评在野删预算是要互政府无法度运作，就是把增加的当作我们是浪费、是腐烂，一笔勾销。这个行政院完全无法接受，程序混乱、内容混乱、荒诞不当的行为，让我们怀疑很多都是为删而删。部分期不满，互人抹红抹乌，呛赖政府压迫在野党，三度拨补台电1000亿，都是表达反对错误的能源政策。不过，像是讲赖政府还有2条9000亿，施政是真有寸啊。那你每一年要把人民的血汗钱补贴台电2000亿，是不是卓荣泰院长？你每一年要瘫痪国家2次。我也要警告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请不要再利用错假的讯息
来制造社会的对立冲突。对方代表是知影利用正含的理由报复性质两大提案，想要透过删减预算影响政府的运作。总预算案三读了后，行政院长按照往例爱亲身去立法院质疑，不过对应台是因为去台南勘灾无够长。记者采访报道。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民众党团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即南北合作抬调2075亿，即抬上济就是半部予台电的1000亿全部抬调。另外，监察院因为这业务费去互抬96%，不排除要提出宪法诉讼。也若司法部经费互抬40%，司法部长黄建南就表示，这打击诈骗的费用是无去啊，等于是甲这诈骗导向。114年度总预算案南北联合删减2075亿元，这届台上济是半部台电的1000亿全部删除。行政院长杜英台日议为台电抱不平，话讲恢复补助费影响的唔单台电，嘛包含所有的民生用电。另外，监察院互人批评是执政党的社里变做政治人物的养老院，知影台预算删业务费96%，监察院日议开第一枪，无排除提出宪法诉讼，甚至调查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的政治献金案已经到收尾啊，即马敢有法度结案，恐惊受影响。那柯文哲的政治献金案，我们已经快到收尾阶段了，哦，当事人的回应也已经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哦。那现在，如果我们今年这些预算是这样砍的话，那我们政治献金这个案能不能结案？我们不晓得。那监察院总统赖清德国务机要费3000万，嘛互南北台2000万，冻结1000万。府方强调，这笔费用有60%慰劳军警甲总统府的基层员工。另外还有40%是在弱势社福团体的身上。那这次这样的情况，势必会对总统府日常的运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南北不满司法部打杂成果无好，加86.59亿预算，抬35.82亿，删减比率达到40%，包括国外理费全部删减。司法部长黄建南认为，司法部是所谓国防部，若做无金援，等于是向诈骗导航。那是不是叫我们举手投降，跟诈骗集团说好了？那我以后。我没有新的技术防你，你就来打吧。打仗你不能说，你打不好，我把你武器都不给你了，也不，这打仗哪有这样打的嘛？很需要参与一些重要国际组织，这本来就是我们很重要哈，在世界哈，就是发光发热的哈。那像我们参加我们 APEC 哈，以后参加 APEC 这样的一个重要业务，这种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可能这个能量都没有了哈。针对外交部业务费，互人冻结50%，吴志忠认为台湾的外交袂使有空窗期，即嘛是宣传台湾的时机。若做外交运作影响到，原来会打击台湾的能见度。记者采访报道。去年文化部有规划一出大型的歌戏音乐剧《162》，伫咧台南半两天首演着吸引3万的观众，但是这2天是开8600万的经费。中国国民党立委王宏伟认为讲，这钱开了伤过济，而且有独立特定团体嫌疑，提案要台文化部表演艺术之辅导甲推动的7500万的预算。落配经过讨论是改做减跌2000万，针对着整体文化部预算有11亿，或者立法院抬调有34亿，互人动起来。文化部认为讲，这毋但是否定推动台湾文化的拍拼，也是对于文化工作者的不尊重。这是文化部去年伫台南规划的歌戏音乐剧《162》，来讲18年前台南建成的故事，2天的演出拢总开8600万的经费，引起立委认为开收济钱，占合作第5表演团体预算的1/4，有独立特定团体的嫌疑。国民党立委王宏伟提案抬预算，伫咧表演技术辅导甲推动的项目要减列7500万，不过后来和文化部沟通了后，已减列2000万定案。2天就让他烧掉8600万，这样子的一个滥用预算、随便花钱，是不是在野党应该要做把关呢？这个议题引起真侪网友讨论。不过，根据文化部的资料，全国有13个表演团体参与162的演出，有学者指出，演员包括小咪、唐美芬、孙翠凤，这用心传承歌戏的技术，加上台湾戏剧学院、国光剧团等等，拢总500多人。学者认为，袂当讲是独立特定团体，而且嘛认为台湾本土的歌戏，毋是干那会当伫咧庙口演出，是逐咧用大舞台来重视。
毕竟歌仔戏是代表台湾的这个代表性啦所以阮认为讲，不只是应该安尼，应该是搁互伊去巡回演出啦，或者是讲甚至讲去国外演出啦呢再当发扬咱推广咱台湾的这个这个上面的文化。文化部114年度的预算，根据初步估算，有11亿予立法院抬掉，有34亿予人冻结。伊嘛发新闻稿回应，表示这几档文化部一直希望把台湾的文化推散到国际上，让世界看到台湾。伊嘛认为这款的结果，唔但是否定伫咧推散台湾文化的拍拼，嘛是对文化工作者的无尊重，表示真危险。记者陈选张俊佑台北报道。讲到昨半暝啊，地牛翻身，袂少人是困到一半，去互这警报声担甲精神。这气象署表示讲，这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两地收整造成地动，未来3天内将有可能会再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动背。今日透早饭点17分，嘉义发生岁数规模6.4的地动，地动深度只有9.7公里，尤其伫嘉义县大埔上大震度达到6级，上远到连江县，也有日本石湾岛震度拢1级，差不多全台国家级警报大响。气象署表示，主要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地甲欧亚大陆板地相容地数。是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板块在推挤的时候，往东边是往北这边推挤，在南边。欧亚大陆板块好像是往南，往东这边挤压下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推挤，所以在这个位置，大概南西、甲仙、桃园、高雄桃园这个位置是蛮复杂的一个区域。菲律宾海板地为西南边向东北，差不多用每年8公分的速度向台湾的方向来杀，造成地动活动。到早起9点半，明显有关地动15件，小区域总共40件，总共加起来有55件，真频繁。主要发生的所在伫南西南化大埔，暗过地动尾有大大灯火的现象。以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分布来讲的话呢，或可以看得出来说，它其实有逐渐在减缓的一个趋势。地动专家形容，这6.4地动就亲像释放2粒广岛原子弹的能量，甲今年1月份国际上西藏甲日本九州连续2个大地动有间接关联性。1月份那个西藏有一个规模7.1的地震，然后日本九州有一个规模6.8的这个地震，那这2个最大的这个地震就决定了今年1月份整个全球板块运动的那个架构。气象署不排除未来3天之内，也有规模5.0以上的地动尾，并且伫这区域发生。这摆指定的位置是不是甲过去地动或者是断层有关联，拢要有进一步后续分析。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昨饭点过后，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4的地动，规个台湾拢在摇。这嘉义含台南是上界严重。有人讲，这个地动含60年前白河大地动，地动中心点是伫咧同一搭。不过学者是认为讲，这个地点含袂山断层，还佫差真远，应该是无牵连的。地牛冰心吊顶一直游，拖地高拉站的民众讲，亲像坐海盗船共款。透早0点17分，嘉义发生岁数规模6.4地动，全台拢有感觉。大埔上大震度达到6级，了后嘉义甲台南也陆续发生有感地动，中南部陆续传出灾情。这2间拢共款，拢规个拢。包括迄个顶悬也拢拨落来，搁较再无倒。足大吼，毋知偌大，我毋知啦。50几栋拢毋捌地安尼。这摆地动，互人想起发生伫1964年，岁数规模6.3的白河大地动，震央伫北纬至3.2度，东经110.6度，造成台南嘉义900人死亡，650人受伤，超过3万户楼厝倒去受损。甲这摆地动震央伫北纬至3.23度，东经110.57度，差不多有定下，是不是同齐震央引起讨论？那它的附近呢是有一个口小里断层，或者是北边一点的出口断层。那这个蓝色星号呢是过去1964年白河地震所发生的位置，看起来跟这次主震位置有点接近。那之间是不是有关联性呢？也必须要再经过后续的一个分析。震央位置在那个曾文水库那边，
那距离眉山这个区域当然还有30-40公里以上，或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地表在7-8公里以上其实有很多的活动断层。从中央来看，这次地震是跟地表的这些活动断层是没有关系的。台大地质学者陈文山分析，因为这摆震源甲北河大地震无定塌，也认为地震是极断层造成。不过眉山断层是东西向，甲这摆南北向两种是无共款。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台南科学园区的台积电、联电、群创等科技大公司受到这地震影响，机械拢暂停。这厂商是透明厂商。国科会表示讲，德区、中区、含南区伫咧车路交通、水电气等公共设施运作拢正常。台积电也发声明表示，目前各厂区拢是营运正常的，有项的检查和影响也搁伫咧评估。2月半暝响响大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伫台南科学园区的台积电、联电、群创等科技大厂，因为地震影响，一时间互别的停机，厂商透明抢修复原。因为这样的强度一般的机台会有预防性的停机。那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陆续在做抢救复机当中，比较单纯的厂商可能今天可以复原。那状况比较多的厂商，因为它厂区多的话，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要陆陆续续的复原。南科管理局表示，这个地震影响生产线的运作，各厂启动机台预防性停机的机制。无当地的工程师也紧急调回参加抢修，拍拼减少停工的影响。加在地震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也无探出相关的火灾或者是化学品漏泄的灾害。国科会表示，有关德科、中科、甲南科各园区的车路交通、甲水电气等公共设施的运作是正常。台积电发声明回应讲，建厂工地无受影响。伫地震了后做环境安全检查，就照常时间。目前伫各个厂区的供水、电力、公安系统营运是正常。各项有路的检查甲详细影响，搁在评估当中。有专家讲，虽然台积电的防震的进度有刺激，不过地震有关可能对台积电产生部分负面的影响。很可能就是产生的停机，以及部分的线上的晶圆产生位移，而一旦晶圆产生了位移之后，则会出现所谓的报废晶圆的存在，导致台积电的线上的部分的晶圆则要重新拿下来，然后可能要重新投片。专家暗算讲，这届地震若准有造成台积电机台一时间停机，后续无排除会透过3班赶工的制度降低地震的影响。根据台电的统计，半暝大地震一时间造成嘉义、台南甲高雄超过3万户停电，目前已经全部复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一个菲律宾的查某游客，昨下晡去到新北市冰溪佚佗，就可能是为着要翕相接近这铁基路，却互驶来火车撞到，加在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意识清楚，暂无生命危险，现由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中。经查，伤者因拍照不慎侵入轨道路线，全案调查后依违反铁路法第57条，函移交通部铁道局裁罚。这桩事故是发生伫昨下晡4点半左右，根据着当地店家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讲，这个查甫游客真有可能是为着要翕到伊，还有火车伫咧这画面内面，伊就甲双手挺开，无说离去互这驶来火车撞到，当场是跋倒伫咧涂骹，头壳有去撞到，那已经送到这家人的中间病院治疗。经互初步调查认定，这个查甫游客有入侵铁路的范围，会依照违反铁路法该开罚。来看这高雄凤山车头，伫2019年的时阵完工启用，附近的这土地开发最后一户空前8年，即马总算是愿意搬走。市政府今日也开始拆除作业，要甲这车路拍互通，困扰民众真久的停车还有接送问题，即马会当解决啦。水车压水，怪手无严重，听落来更调阿妈头背开。原本当地的凤山车头，走经路顶悬的楼仔厝，已经拆甲剩一堆砖仔角角。边仔新的凤山火车头，早伫108年完工，原地按算将车头四周边的道路连接起来，都是因规这间厝的住户无愿意搬，拖了8年外，一直到今年1月初6才搬走，2月才开始拆厝的工程。因为这个路没有通，就不会有动线，然后没有动线的话，即使游客要来不方便了，车子要什么都卡在那里的。原本我们是计划说，临停接送区啊，还有一个临停区，我们都可以移至南侧这个部分，那就不会有一些交通乱象的问题。
走经路无法度拍通，影响上大的就是车头附近的交通。计程车、公车爱甲边仔汽机车相济道路，上大欠点就是无临时停单区。民众载人接人，毋是违规停红线，就是徛起来人行道。高雄市交通局讲，因已经有伫南边规划停单区，等到道路拍通了后，违规的乱象拢会当解决。因为这边的话，都是车子来往的地方嘛。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规划，让我们临时停一下，可以离开。凤山车站场边空间会同时配置小汽车与机车的临停接送区，那收纳原本朝公路的临停的需求。拆除的工程会伫旧历过年前完成，你汽机车的临时停单区都要搁等要规半年的时间。红线车头周边的交通违规现象，伫短时间内也无法度解决。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真侪少年人会甲这奥多拜沿东讲改甲碰碰叫，这噪音真正噪耳。即摆学校也要放寒假，加上过年，北北基桃的环保局特别伫咧寒假这段期间，加强伫咧夜景区也有噪音的热区要处理。安尼讲到最近要过年，真侪人会去到这台北的南门市场看年会。台北市的中正治分局伫20到28这段期间，也会加强处理违规停车。最近为着要准备过年，台北真侪民众会去到南门市场看年会买礼品，人潮是客。为着要避免车侪影响到四周的交通，台北市中正治分局宣布会伫1月20到28这段期间加强管制，处理违规停车。民众若是违规，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600块到1200块。年前这段时间，南门市场的会就是人潮跟车潮会很多，比以往多很多啦。我们会主要针对违规的停车跟违规临时停车的部分来去做加强的驱离取缔，因为这部分会影响车流比较大。另外，即摆因为学校放寒假，加上咧要放9天的年假，就惊暗时行路，若是有人骑改装机车造成噪音，会影响民众的困眠。三北甲桃园家人的环保局拍算自20开始，针对夜景区和较接有人偏车的所在加强处理。夜间时段的话，就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除了原本的固定式的科技执法之外，对这些比较突发性的一些乐区，我们就会透过移动式的科技执法来去做加强取缔。另外，新北环保局嘛强调，车的延当讲若是造成噪音，互科技执法的设备抓到，根据噪音管制法，民众有权爱食法。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环保团体有去统计，讲这几年物件起价介绍是起真凶，亲像这纸啊3年来就起85.4%。因来讲这和气候变迁影响产量，地区这起价是有牵连的。另外，根据这国建署的统计，讲有4成民众过年时啊体重平均增加1.7公斤，提醒民众就要注意食食的健康。就要过年啊，民众拢会买一寡有带好吉条意思的年货甲年菜，但是根据环保团体的统计，这几年年货起袂少。2021年到2025年之间，亲像纸啊为1公斤50块起到92.7块，增加85.4%；无国柑29.4块起到41.7块，增加42%；往来也为18块9起到24.2块，增加28.5%。环保团体讲，气候变迁是起价的原因之一。气候变迁像是一轮极端气候事件，像是高温、干旱啊、强降雨等等，那它会让一些产量下降，然后收入减少，然后最后影响供需平衡，最后推动价格上面的上涨。环保团体讲，唔那农产品、鸡肉、牛肉这寡肉类，也因为极端高温、极端气候地区饲料起价这寡因素影响着价销，呼吁政府若要减少气候通货膨胀，减拖脚步就要较紧嘞。另外，过年时啊，定会食大鱼大肉。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民众的食习惯是，发现盐、糖定会食伤济，青菜水果食伤少。高油、盐、糖的部分，还有高热量，还有缺乏膳食纤维的饮食都尽量避免，因为这些都可能会造成肥胖、高血糖、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一个罹患的一个风险。国健署也讲，根据因的调查发现，有4成的民众过年时啊，体重平均增加1.7公斤。国健署建议民众除了要注意食食的习惯，出门行大也通以行路、骑脚踏车这寡方式加运动，保持健康。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
过年进前拢爱大摒扫这云林西里福兴宫、北港朝天宫，都用车人来整理庙内面的条啊，抑个壁画。另外，过年时啊去到北港拜拜，这朝天宫附近的巷仔，初一到初五拢会交通管制，轿车是不会当驶入来。内电的条啊，长时间拢曝日压雨，趁旧历过年进前，西里福兴宫专工请专业的修复师，甲小所在拢清清理、补理，希望会当兼顾庙史建筑的保存。这个来讲，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破损跟缺失嘛，破损的地方它有可能会造成之后越来越严重的劣化状况，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填补起来，做一个判定。那如果需要再补强或者是再加固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过年前呢，先请我们的专业团队，那他们也是专业的艺术修复团队。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内底建筑的雕塑彩绘是真珍贵，所以庙方是用特殊打色方式来摒扫。若妈祖的神像嘛，先刷到店外口。咱的这神房内底，咱的定点马，这几尊重要左马到蓝马，咱这个来整理，来换新衫、换新帽。营养过年时啊，会有真侪民众到北港拜拜求平安。云林的警方针对北港朝天宫附近的车路、巷仔实施交通管制，为初一到初五，管制范围内敢若会当步练，袂当驶车入去，而且佫会派出无人机来协助监控。那交通队也将运用无人机的一个监控，对于入口的部分，我们透过智慧交控中心来远端操控炮制，以因应突发状况。警方表示，过年时啊，第19线北港市区的路段，会有真侪要去朝天宫甲武德宫祈福的人阵和车阵，所以今年有特别规划免费的公车，民众会当加去坐，避免塞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讲到武器的推广，这几年伫台湾内面会当讲是愈来愈重视。新竹市是少年线20年举办武器博览会，今年用各种不同款的主题活动，除了有这武器读看卖、台语念春啊、DIY 做红菇粿等等，希望透过这趣味的活动，提升民众对本土语言的重视。年年好，吃甜甜，互恁大趁钱。老师教民众看台语文，讲出春仔面顶写的好话。来，我抽一张哦，来，这是啥？搁一个。哎呀，真好，起歌，恭喜你对啊！各考大家各项生活用品的台语应该安怎讲？另外，各红菇粿 DIY 体验活动，大家拢算甲真欢喜。使互囡仔安尼耍啊，啊，个会使互伊学一寡咱台湾的武艺，我感觉最好的。古早的礼安尼传落来有伊的意思的，所以爱互囡仔学一寡咱台湾的武艺。武艺最重要的，因为武艺是甲咱的时代、甲咱的下一代沟通上重要的方式。为互囡仔对台湾武艺产生兴趣，新竹市教育处举办武艺推广活动，现场有设计台语、客语，还有原住民语，各种趣味的体验活动，让大家会当哪耍哪学，也对过程中提升对武艺的认同。透过武艺这个活动，会使让大家了解族群的融合，甲以及咱所有文化的促进。我想应该是咱新竹市办理安尼的活动，嘛希望透过这样的迄种，让大家更加了解安尼武艺的活动的推广。这是新竹市少年线20档举办武艺博览会，主办单位指出，除了希望引起囡仔对武艺的兴趣，也要让家长通甲武艺的记忆吹回来，期待武艺大团。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伫咧菲律宾甲越南发现到台湾史前时代结果，这代表讲人类真有可能真早就这航海步业啊。史前文化博物馆即马推出一种模拟体验的装置，后边将坐伫咧帆船顶悬，会当了解到古早航海和避难文化，也有业界的知识。游客坐起哩风的古帆船，用现代互动科技对金毛做航海王，对台东出海驶向华联。那亲像真正的过船，按照金毛的路线控制航向，中途会出现课题，可民众参观避难史前文化遗址公园了后，对史前文化的了解。可以边玩边学习，比直接看好多了。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表示，透过考古发现，推测东南亚国家有台湾史前的玉石，可能是透过海上贸易，而且最近几年东部当地发展传统的航海技术，为着让一般的民众也会当体验，并且了解史前人类玉石的交易行为，特别设计这种航海互动式的体验。一个空缺没有补上来，就是谈域的传播。然后人类学或者史前馆也想让大家知道，史前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所以海洋一直都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连接的道路。我们重新跟太平洋这个所谓的南岛的兄弟姐妹来学习这个航海。史前馆表示，因为目前经费不够，活动式的装置干那手部操作的活动，未来搁再争取经费，希望会当互船也叮当，并且增加东南亚的航线，互民众更加熟悉史前的台湾甲世界的连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2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代志叫别人讲破，咱会用倒一个词语来形容呢？对，对，不对，看看。3、2、1，你刚才要去迄落啊，歹空哦。有人搞去转来。